各自将顾下，且看13章。若若夫及政府为证，名主话，我本是虚理不明，公孙跳话，及政府讲学，话学有地如何？话学多文学学，话学然则何为虚理不明？话其为人也好善，好善则好。话好善有天下，日后多国好。夫故好善，则富海之内，该将亲千里而来，各自以善。夫故不好善，则人将惑疑。无己以敌之意，以之声音干涉，故人有千里之外。夫只有千里之外，则含甜炼乳之人之意。有参甜炼乳之人，故各欲之，可得好。14章，天主话，各是君主何如则夫？名主话，所就三，所其三，仍是毕竟以有理。言将显其言也，即就是假冒未衰；言不行也，即其字。其图虽未行其言也，仍是毕竟以有理，即就是假冒衰，即其字。之下。雕不实，色不实，其个不良出文后，君文之话，我大家不良行其道，也不良讲其言也。夫其个有我土地，我天子。只是亦可修也，连复的意义。15章，两句话，宣发有天宝之中，夫亦故有单独时间，交结故有敷衍之中，关于我故有事。分享我故有害，必理下故有痴。天将降大念有是人也，必先考其心志，攞其經過，攞其體好，擴發其心，顯不亂其所為。所以動心點性。正業其所不良，人行道，然後靈解，困有心，行無路，離合作，定有下，法有相，離合路，一者無法家必事，出者無敵國，為患者，國行亡。然後必先有憂患，自此有安樂也。16章。
无法家必须出者无德国为患者，各行亡任何地心有忧患，地事有安乐也。将两度话教育的出现，无不实是教会也者，是也教会的意义。